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9月21号。今仔日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出埃及记16章31到35节。罗马书16章第1节到1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疼惜主的道。伫圣经真清楚甲咱讲着，以色列人伫旷野中间，因为因无物件通好食，因此上帝赏赐因一个物件，即个物件应该号做玛纳。但是玛纳其实毋是啥物名词啦，玛纳是一个问号，叫做迄是啥物货啦，用安尼对因的发音玛纳玛来称做即个物件的名，因为因根本就毋知即个啥物物件，伊若毋捌看过。当上帝甲摩西讲要赏赐以色列人迄个物件，也是讲迄个饼，互因做食物的时阵，因完全毋知影，就问讲迄是啥物货？希伯来文叫做玛纳昨伫主日的即个信息的中间，咱有提过，以色列人对头到尾常常做的代志，都是埋怨啦，是讲害惨啦，虽然是埋怨摩西，但是上帝依然赏赐因玛纳。虽然因毋知迄是啥物物件，但是因却足足食40冬之久。无解听话的以色列人，有真侪人偷去捡，加捡一寡分量。有人偷伫即个安息日的时阵出去想要捡，当然是捡无啦，但是后来叫上帝责备了后，因就明白被要求爱遵守即个安息日的诫命。经文无甲咱讲真清楚的细节。但是咱假设啦，以色列人对打了后就顺趁上帝的道，乖乖守安息日，无人去偷捡，普通时捡，无法度囥到过工，安息日偷捡，嘛捡袂着啦所以事实上因无遵守嘛，无法度咧因伫即个所在遵守上帝的道40冬之久。那照圣经的记载，因到入去迦南地迄一日，玛纳都无去所以因领受玛纳的恩典40年久，亲像今仔日的经文所记载。咱讲40年，哪亲像一日其实是无简单啦事实上，以色列人对开始对得到玛纳了后，并嘛毋是遐尔疼惜主的道理因抑久伫因的性命的难题中间，时常离开，也是讲时常埋怨离开上帝的道理啦然后佫一摆来得到赦免，得到怜悯，佫倒转来伫主的道路顶悬伫即个无解了解，甚至因咧食即个物件食40冬，伊嘛无解了解中文讲懵懵懂懂啦伫即个中间，伊对摩西来行，对摩西所介绍的上帝来行40冬，食玛纳嘛食40冬。虽然因已经看见应允之地啦，但是因为因的生活安尼念伊听话，念伊违背，念伊顺服，念伊害惨抱怨咱讲安尼看起来要成功事实上因拢失败，因为无法度入去伫迦南地第一代的人，实在是真可惜啦对咱来讲，现代基督徒来讲嘛，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疼惜主的道理，是圣经对以色列人，也是讲咱讲对基督徒的基本要求啦这就是咱即站定定咧讲的顺服。诗篇119篇97节到99节，伊安尼讲：我疼惜你的律法要到怎样我通日静静想你的诫命，常常甲我伫地，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我比我拢总的先生较通达，因为我静静想你干净的话。所以咱若顺服的时阵就有智慧，因为
迄是主的智慧伫咱的内底，咱只不过是一个顺伊的道，所以咱行伫迄个智慧的道顶悬吼。所以圣经甲咱讲，咱听惜上帝的道，就逐工，也是讲规工拢爱去思想啦，吼，爱去思想。另外一位的经文诗篇第1篇第1节、第2节，安尼甲咱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武万人的位，即个人是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伊讲明日三思的也是伊的律法。所以规工在想的就是上帝的道，毋是想尔定，就是讲爱去遵守，爱去欢喜，爱行，爱去听惜即条路。接续经文嘛，安尼甲咱讲，亲像果子会通照时来结果子啦，吼，果子树会通照时来结果子，也是讲咱会感觉讲，安尼生命就有见证，吼，结果子嘛见证。迄就是讲，咱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若安尼的人，伊会得到的福分是安那一直来，一直袂断的，照时间上帝就将福分互咱啊，会当得到修成满满的稳定。罗马书16章，保罗伫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内底，摕着几啊位的同工，伊不但要求罗马教会爱好款待即个菲比姊妹，也讲着一忠心服侍顺服听惜主道理的同工。基督徒的性命其实就是安尼，咱爱尽气力来爱慕，也是讲顺服主的道理。因为得救受呼召的使命是对得救迄个时刻开始，然后一直到咱见主的面为止，所以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过程吼。所以到迄一日，咱所羡慕的就是耶稣基督，咱的主对咱讲好搁真重要的路途，因为咱活出迄个听惜主的道理的使命见证。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9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出埃及记第16章31到35节，罗马书16章第1到第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爱惜主的道。我们在圣经里面清楚的看到这样的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呢，因为没有食物可以吃，所以上帝赏赐了一种被他们称为玛拿的食物。事实上呢，从希伯来文来看，这个字的意思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问句。这是什么 ？What is this? OK。那希伯来的念法叫做玛纳，所以后来我们就用这样的发音就这个东西就变成那个玛纳当上帝告诉摩西将要赐给以色列人那个东西，或是说饼干，赐给他们饼做食物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就问那是什么玛纳。那今天在昨天在主日的信息里面，我们提过了，以色列人呢从头到尾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埋怨即便是在埋怨摩西之后呢，上帝仍然赐给他们玛纳，虽然他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却吃了它足足40年的时间。上帝用这个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喂养他们。不听话的以色列人，有人偷偷的出去捡食，想要更多的让自己有这个安全感。有人偷偷的在安息日，上帝所禁止的日子去碰运气，想要捡看看，可是都被上帝责备了，因为多捡的也会坏掉。安息日也捡不到。那我们看到被上帝责备之后，上帝要求他们要紧紧的戒守这个安息日的诫命。那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
太清楚的细节，在这40年当中有没有在发生这个偷捡的啦，或是说安息日出去捡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假设了哈，以色列人从此之后就顺服了上帝的道啊。为什么这样假设呢？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平常的日子去多捡了会烂掉，安息日出去捡呢捡不到，所以他们即便不太顺服，也只好顺服了哈。他们遵守了上帝的道40年之久，也领受了那玛拿之恩40年之久，天天吃玛拿，吃鹌鹑肉，然后就这样喂养啊，被喂养。那就如同我们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这样的记载，他们吃了40年的时间。或许我们可以说，哎呦，40年如一日。对了，从到了之后去往回看是这样子。那事实上，每一天都这样子过日子也不简单。事实上，以色列人从开始得到玛拿之后，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就全心全意爱惜主的道。他们仍旧在生命的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埋怨啊。我们也看到经文记载很多，比如说没水喝啦，遇到困难啦，然后摩西上山40天啦，等等的还有很多的事情。他们时而埋怨，时而离开主道，然后就再度蒙赦免，又回到被怜悯回到主的道路上面。在这样的懵懵懂懂的当中，他们跟随了主的奴仆摩西来走主的道路，走了40年之久。在这样的懵懵懂懂得罪赦免的日子当中，我们看到的记载，他们已经看到的应许之地，却因为他们的不够爱惜主的道，而功败垂成，这实在是可惜啦哈。当然也成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提醒啊。爱惜主的道是圣经里面对以色列人也是对基督徒的基本要求。这正是我们这一阵子常常提到的顺服。今天的经文诗篇第119篇97节到99节这样说道：我多么爱慕你的法律，我整天不断的思想它，你的命令时常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明智，我比我所有的教师更通达，因为我思想你的教诲。爱惜上帝的道，整天都在思想。我们可以从另外一处的经文，就是诗篇第1篇的第1节到第2节来看到。经文这样说：不听从恶人的计谋，不跟随罪人的脚步，不与侮慢上帝的人同伙。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有福。第2节说，他只要爱慕上主的法律，日夜默诵不倦，就是整天要去思想主的道理，然后不只是思想的，还要去实践。所以接续的经文就这样说了，说这样的人就像一棵果树，它栽在溪水旁，可以按时结果。那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面向来看这个结果了哈。这个结果也可以说是他的生命就有了见证看到那个果实。另外一个角度可以说，这样的人他能够蒙福，就像每一年时间一到，就有源源不断的福气，在该获得的时候呢，就有果实累累，可以收获满满。今天的罗马书16章，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里面呢，也提了好几位的同工，不但要求罗马教会要对这个善待这个菲比姐妹，也提到许多忠心服侍、顺服、爱惜主道的同工们。这样的赞美其实就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目标。我们要尽力的爱慕顺服主的道，因为得救受呼召的生命是我们从
这个得救的那一刻开始，然后就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到了那一日，我们所渴慕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对我们赞赏说：好，有忠心的仆人，因为我们活出了那爱惜主道的生命见证。